确定？明知道青青最想要的就是去掉额头上的流星痕，我早就该这么做。这抽弦如抽筋，你扛得住吗？我有点下不去手，你还是自己来吧。我自己能行，何须找你？我试过，此弦不易抽取，必须动用灵力。那你做好准备，来吧。我看还是算了吧。不要停！扛得住吗？少废话，继续。等会儿，你干什么？快住手！抽琵琶弦会伤害他元神，你这样会害死他的。来。是他要抽弦，送给你。我不要！你是不是傻呀？还是没脑子？流星痕只是一个痕嘛，我都不在意了，你急什么？不就是8根琴弦，没事的。我不许你这样伤害自己。你知不知道你这样我多心疼？不许哭，我喜欢看你笑，你笑起来很好看，笑一下。你上回教过我的，这嘴角要怎么笑才自然？笨蛋！要这样。要像我这样，嘴角像元宝一样翘起来。怎么都教不会你啊！你以后要好好学习，我可不想以后面对一个不会笑的冰块脸。我们一起试试。